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热天天气热逼逼，假使若是水啉无够，上惊迄条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沙。钓沙的沙，塔斯瓦沙第一条。汉语认为去热钓人无爽快，就是有沙气。咱讲就是钓沙需要掠沙。另外，古早若是讲有人因为脑贫血造成腹肚痛，抑个有失神的病症，咱讲是黑暗心沙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抠沙，嘛当讲是掠沙，意思是用刺激火金的方式来消透钓沙的镜头。第二个词读做冰毒沙，这嘛是一款的病症。大部分因为食到无清洁的物件，造成胃肠无爽快、腹肚痛，也毋过沙吐袂出来，嘛无落腹肚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汉语认为抠沙会当帮助血液循环，会用来改善冰毒沙的镜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沙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